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伟还有胡一金老师经过漫长的8天的国庆假期这个对金融消费者来说这个8天确实有点难熬心里痒痒，因为外盘互涨互跌的消息比较多终于不负众望迎来了开门红。沪指截至收盘上涨1.32%，深成指涨1.47%，创业板涨0.73%，北证50跌0.18%。这个沪指已经3930多点，创10年新高。关键是这个成交量较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放量4000多亿，这个达到了2.6万亿，这个量价配合还是可以的。但是涨跌互现，也就是涨的指数涨得这么好，但是个股那表现差异非常大，3100只上涨，2100多只在下跌的，也就是5家里面3家涨2家跌。所以今天有很多这个金融消费者空欢喜一场，对吧？好不容易熬到了开盘，8天长假像熬了半个世纪，刷完港股刷外围，手机里的财经 APP 都翻出包浆了，对吧？就等着今天开盘。有人盯着这个港股涨了怕开盘有人砸盘，跌了更愁本金又要缩水，对吧？也有人连夜翻3季报，就怕一觉醒来自己的股票戴上 ST 帽子，结果虽然迎来了这个创新高大涨，但是依然有人是赚了指数输了钱。这个国庆假期有这么几个重点的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新闻，实际上就是2个一个是关于 AI， 恐怕大家都知道了今天这个咱们这个什么算力股芯片股半导体人工智能都是呈现冲高然后回落，甚至很多尾盘传播收绿。节前大热的这些科技股，为什么呢？恐怕跟这个过节时间期间有个报告有关系。首先是这个高盛它是一直最近就连着发警告什么呢？说科技泡沫和人工智能现在泡沫非常大，在 AI 需求的推动下，到2027年数据中心容量预计会猛增50%，到2030年能耗会翻倍， AI 工作负载占比也大幅提高，投资规模那是非常宏大的亚马逊一年要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半导体收入预计在2024年到2030年翻倍，超过1万亿美元。正因为这么疯狂所以高盛他担心美股要重走2001年那个叫科技股泡沫破灭这个高盛的担心你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正好配合这个假期这个甲骨文公布他的这个财报，结果这下麻烦了，黑天鹅来了。美东时间10月7号周二，媒体援引内部文件称，在截至8月末的公司上一财季，甲骨文的服务器租赁录得收入9亿美元，毛利1.25亿美元，相当于每亿美元销售额获得0.14美元利润，毛利率14%。大家恐怕对这个14%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远低于许多非科技零售企业的毛利率，而且也远远低于甲骨文传统的软件业务70%的整体毛利率。根据上述文件数据显示，在某些情况下，甲骨文因小批量租赁英伟达新旧版本的芯片而录得相当多的亏损，比如上一财季就因租赁英伟达的新版这个芯片而亏损近1亿美元。该消息一传出来之后，美股就应声而跌，甲骨文股价加速下跌，刷新日低至271美元。有评论称股价盘中跳水源于甲骨文被爆出的云计算业务利润率低于许多华尔街人士的预期他这个报道很长咱们就不用多介绍了。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有资本大家都认为你这个比如说英伟达，对吧？你搞这个 GPU， 那 GPU 你卖给你的客户，那你的客户是谁呢？对吧？是有甲骨文，有这个什么 OpenAI， 有这个亚马逊等等。那他们拿了你这个服务器去了之后，能不能产生利润？如果他们也能产生利润，或者在未来某一天产生利润，而且还能达到华尔街的预期，那这整个的故事对吧就闭环了，就通了。但是呢，市场上一样也有质疑的声音，就认为你这个现在吹得太厉害。你比如高盛刚才说了嘛，他认为有泡沫。
实际上从那华尔街这个表现来看啊，你看这个英伟达、亚马逊，还有这个甲骨文，还有什么英特尔，对吧？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去啊，他们之间互相交叉持股。这个英伟达是到处投钱给他的下游持股，投钱干什么呢？投钱给人家，人家有了钱又去买他的芯片，这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华尔街他总有分析师，他认为你这个他用质疑的眼光在看，所以他就找，对吧？你下游你这些企业不能赚钱，你不能赚钱，你这一套就玩不下去，玩不下去，那英伟达的股价就要崩，这就是泡沫，这就是高盛说的科技股泡沫就要破裂。所以有人就从甲骨文这儿扒出来这些数据，说这个甲骨文呢，自从从英伟达租赁了这个服务器来提供云计算服务的时候，严重拉低了它的这个毛利率，甚至给它造成了亏损，远远低于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所以这个消息一出直接就让这个美股的科技股受到打击。当然了，接下来这个华尔街很有可能在这个小心求证的，在这小心翼翼的还要往上攻但是如果哪一天真的被发现它确实没有办法盈利，或者它的盈利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就是科技股破裂的时候。因为在华尔街，对吧，在资本市场最终还是要你盈利你现在是英伟达一家在赚钱，对吧？他那个利润呼呼的，现在英伟达要到10万亿美元，但是英伟达下面的客户谁赚钱呢？没人赚钱，这就是麻烦了这是一个消息所以这个就影响了这个 AI 还有科技股、半导体、芯片。第二个消息什么呢？第二个消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就是巴菲特我看媒体报道，巴菲特现在在增持跟铜有关的所有的资产不光是跟铜有关的股票期货，还有什么其他的跟铜、有色，主要是铜有关的所有的资产，他在大手笔的买进，而且是联动所以这个值得注意。因为巴菲特的投资它是风向标，他投铜呢，据分析是看好铜，号称作为第二个石油，就是打了引号就相当于为什么叫第二石油呢？那铜跟新能源有密切关系，对吧？无论你是搞这个什么新能源汽车搞这个人工智能、算力等等，你最终对铜的消耗、对铜资源的需求恐怕是这个是非常大，所以巴菲特提前布局铜资源。所以今天你看看什么江西铜业，对吧？跟有色跟铜有关的全部涨停。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大家现在就要买这个跟铜有关的上市公司股票，而是要关注。如果做长线的我倒是建议可以挑一些这个铜相关的上市公司，质地不错的，对吧？买一些放长线。这个巴菲特的眼光反正到现在，对吧？他出错很少，跟铜有关的，大家都知道咱们是铜消费大国，咱们又是铜的进口大国。那第三个，那主要跟咱们沪市有关这个应该是个风险的信号，这个不能忽视财联社10月9日电说，今日下午有投资者反映称，接东方财富证券短信告知，自10月9日起，信用账户持有中芯国际，就是这个大牛股688981，折算率由0.7调整为0，百为存储折算率由0.5调整为0。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说通俗一点吧，就是你拿这个中芯国际百为存储去融资融不了了，原来折算率调为0了吗？究竟什么原因呢？记者向东方财富证券致电，客服确认了上述信息。该客服指出，根据交易所规定，个股静态市盈率如果超过300倍或者负数的情况下，融资融券折算率就会被调为0，而上述两股票静态市盈率均超过300倍。该规定自2016年起实施，并沿用至今。2025年7月，虽有部分股票调整，但核心规则未变，旨在加强风险控制，确保融资融券业务平稳运行。这个可以说是一盆冷水也是今天下午这个科技股半导体板块集体下跌的一个原因之一吧。这个为什么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呢？像这些大牛股相当于融资就终止了。大家也知道这一轮所谓的指数牛市很多都是场内的融资盘，对吧？融资一直在创新高，那就这两只股票反正超过300%的这种市盈率的都融不了资了，实际上就是融资要封顶了，马上就到天花板了，涨不上去了，没有增量资金进来，这就是风险。所以还在胡市的人要小心不要被这个暂时的这种指数牛市冲昏了头脑。虽然这个指数涨了1000多点，创10年新高，但是还有1659家股票股价比2440点那个时候还要低。就是如果你要买了这1659家这个股票那你就
这个是1/3啊，也就是咱们沪市啊，还1/3的股票比2440点还要低。你要是不幸踩中这个股票，对吧？那也是很惨的。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咱们节前说的37亿算力大单说没就没了。今天叫海文社财经，他有个报道，他说啊，海文社观察白纸黑字也不可信了，很难想象合约是可以不履行的，产品是可以不交付的，违约是可以不赔偿的。9月30日，一纸解约公告直接将海南华铁股东本就脆弱的内心击毁。公告中，公司宣布子公司终止与杭州某公司签订的36.9亿元算力服务协议。而就在今年3月，这份号称能带来年收入7亿元的巨额合同，曾是推动公司股价连续涨停的强心剂。那么今天啊，10月9号，海南华铁开盘一字跌停，牢牢地封在跌停板上，封单金额高达14亿元。这场声势浩大的转型故事终究还是以悲剧收场。这个中间的猫腻大家当然都知道，对吧？这绝对不是什么一个协议不执行的这么一个故事，这更像是一个局。为什么呢？在合同公布到解约的7个月时间，海南华铁的部分股东和牛散却上演了精准的撤退操作，也就是小散户啊，金融消费者乌泱泱的冲上去，但是里面的大户牛散还有股东却悄悄撤退。这个难道不是个局吗？披露显示，截至3月底，牛散詹建平新进该股前10大股东名单，以4.23%的持股比例成为第3大股东。当季末参考市值9亿元。然而到了5月13日，詹建平的持股比例已降至3.58%，也就是在减持啊。而在半年报中，詹建平已从前10大股东名单中消失。同时，海南华铁还在8月中旬公告，股东胡丹峰因自身资金需要，计划在3个月内减持不超过4423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2.22%。这出闹剧啊，迅速引起了监管的注意。在海南华铁发布解约公告的当晚，上交所就火速对公司下发监管工作函。2024年5月，海南华铁曾披露拟投资10亿元开展智能算力业务，上交所随即发出问询函，对该公司筹资安排的可实现性提出质疑。当时，上交所要求公司说明是否存在因资金不足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风险，投资事项决策是否审慎，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这场持续7个月的资本大戏，随着一纸解约公告和一字跌停的结局，似乎暂时落下了帷幕，但留给市场的思考却远未结束。为什么呢？海南华铁的股东啊，从4.6万余户猛增至22.4万余户，什么概念？涨之前筹码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只有4.6万户，一顿这个对吧虚假合同，一顿操作之后，股东达到了22.4万户，股价涨了好几倍。割韭菜还能这么割，就这么赤裸裸的割韭菜，这个可以说啊，应该上金针，这个应该算诈骗。如果海南华铁啊不受严肃处理的话，那这个资本市场千万不要碰，这是奖励啊。如果海南华铁这种行为，监管部门不把它发到倾家荡产，把那个主要人员呢送进监狱，那这个就是在奖励。那下一次别人会依法这么割韭菜，如法炮制啊，对吧？这多简单啊！你先进去对吧？先打压股价，对吧？这个放几个利空消息，股价一下来，然后他就偷偷的吸筹码，便宜筹码一拿到手，马上就开始啊，我就跟某公司，我还不用告诉名字啊，我都不用公布名字，一公布名字怕人家去问呢，对吧？我说我跟腾讯签了个100多亿的大订单，那人家就会打电话到腾讯问呢，人腾讯说没有啊，没这回事，不就辟谣了吗？所以我就说跟深圳某头部网络公司，对吧？或者深圳某公司签订了一个100亿的大单，你问去吧，反正你不知道某公司是哪个。这时候对吧？这连续10几个涨停，股价翻了2倍，然后开始往出拍发，再讲故事。这筹码发的差不多了，好来一个，这个合同啊终止了，然后这种行为还不受惩罚，或者是象征性的啊发点款，发酒3杯，那你说这个市场能玩吗？这个连赌场都不如啊。这个如果不抓人的话，都算是鼓励，对吧？如果这一次啊抓了人，那说明这个资本市场还有点那个想好，对吧？这就是说他主观上还是想把这市场搞好的，只是说客观上呢，对吧？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导致的搞不好，那咱们另当别论。至少他主观是想把它搞好的。如果连人都不抓，罚酒3杯，那就是说主观上就没打算把它搞好，主观上就是一个维持，对吧？就是一个利用这个市场，对吧？这个老套啊，这种割韭菜太这个粗暴吧，对吧？靠
靠一个公告，靠一个合同，把股票炒上天，翻它几倍，然后等着你这些金融消费者冲进去。你不是喜欢高科技吗？不是喜欢这个算力吗？对吧？等到这些金融消费者进去接盘，然后他们在山顶把货一卸，潇洒离场，对吧？牛散就是这么炼成的啊，哪有什么牛散啊？你说这个资本市场哪有什么牛散？牛散，徐翔已经告诉我们了，不存在什么牛散，这个市场只有权钱勾结，对吧？炒内幕消息的，哪有什么牛散？应该好好查一查。我再讲一个传奇案子啊，这个传奇案子非常有意思，简直啊，这个可以说是奇才。说浙江啊，一个姓于的这个兄弟俩，他们发现这个彩票的漏洞啊，彩票什么漏洞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漏洞啊，就是大家都不说而已，但知道这个漏洞，就是说，只见买彩票的，很少见中奖的，一个彩票点很少有中奖的。哎，他就发现这个漏洞了，他马上就付诸实践，然后他自己啊搞了几个彩票点，自己坐庄啊，然后就是2块钱一注啊，就是按照正常的去卖啊，别人掏10块钱20买彩票，他就按照别人买什么彩票，他就给别人打什么彩票，对吧？然后开奖的时候，别人大部分都不中奖的啊，偶尔真的有人中奖了，他真给别人兑奖。但是啊，前提是什么呢？前提他这个彩票站跟这个他不联网，他就是个自己独立的彩票站，你要什么号码就给你打什么号码，打出来给你。哎，到时候一公布中奖了，中多少奖他都给人兑。结果据说啊，2年下来，他的毛利润是50%，也就是他卖了这个100万。他成本大概就是50万，他中间总有人会中奖的啊，小奖他中了就给别人，结果他毛利是50%。哎，你说他是谁是受害者啊？最后啊，不知道怎么他这案发被抓了，你说这人是不是鬼才啊？他就相当于切了这个福彩中心的这个路子，财路啊，相当于他自己坐庄啊，对吧？他那就是相当于玩的是叫什么外盘，对不对？哎，人家就跟你的福彩中心那个奖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对吧？但是我自己单独开，哎，消费者也没吃亏啊，你中奖了给你钱了，没中奖你还说什么呢？对不对？你在哪儿买都不中奖，你中奖了在哪儿买都中奖。哎，这个浙江啊于家兄弟居然这一招都能玩，他也是为了玩的长久，对吧？他这个兑付他应该有个标准，就是说只要不超过多少他都对。万一来个1亿元大奖，他把门一关跑了算了。毕竟中1亿元大奖他也不让你中啊，1亿元大奖你中不了，对不对？福彩中心也不让你中啊。所以说啊，他这个简直啊非常安全，所以他能玩2年都不出事啊，所有的奖都给你兑，对吧？一旦这个兑奖的金额他扛不住，他立马就关门跑了，他换个地方接着干呢，谁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再换个服务员，换个营业员呢，你也不知道他换个名字，对吧？你哪知道他真还是假？对这个彩民来说啊，中小奖没麻烦啊，绝对兑换，就怕中大奖，就是特大奖，对吧？几百万的、上千万的那个恐怕就有风险。最后我们再看胡一金老师啊，这个胡一金老师啊，他发了一个评论啊，他这个评论啊，哎，很有意思，他不是在微博上发的，他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发的，发什么内容呢？就是矛头指向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也就是胡一金呼吁啊，推进中国宪法秩序下的宽松和自由。这胡一金老师为什么不在微博上发？是不是微博发不出去？微博上这个粉丝太多啊，他在他微信公众号上发。胡一金认为啊，社会宽松自由发育不足，真正的问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说明这个胡一金老师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面，他的力度是不一样的。胡一金说啊，他说今天无疑是中国相对最自信，美国相对最不自信的时候。他说中国在军事上碾压了美国的傲慢，在科技上逐渐打翻美国晶片封锁的王牌，在贸易领域美国完全失去了对中国的威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格局。你可以理解成啊，这个胡一金老师前面是谈一，你看炮弹在后面，对吧？这想提点意见，那前面先哄，对吧？先夸奖，达成共识啊，咱们还是很厉害的。正因为这么厉害，所以我们要啊自由一点，宽松一点。你看他随即说啊，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问题了，并提出应推动什么领导宪法秩序下的社会宽松和自由不断开展探索。他说中国硬实力大涨，如果把宪法秩序下的宽松与自由这个维度同时拉起来，将会打击西方世界最后的傲慢。这胡一金说啊，他说社会宽松自由发育不足，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对社会的精神繁荣形成了羁绊效应。他说啊，处理具体问题时，如果官僚主义加进来，会层层加码，整改信号向下传递，到了终端可能就走形。为了不出事，就要压缩社会宽
宽松的空间，而形式主义就是不动脑子，但以认真工作假象迷惑善机的一种对策，一经扩散，肯定会造成基层宽松与自由空间的缩小。然后胡锡进老师他举例子啊，他说，这个虽然中国在口罩期间呢强化了基层管控，但一些地方却出现管制思维惯性，对小问题失去了容忍度。地方政府有事基本不敢开记者会，把不出事作为最高信条，使出大力气对付小问题，损害了基层的生态，搞得群众有意见。胡锡进老师啊，没有说具体的事情，但是啊，他这个评论呢，让人联想到了，对吧？那最近封了很多大 V， 不少网民评论啊，现在无论什么事情都只有几句官方通报，没有解释，没有原因啊，只有管制，见怪不怪。这个我理解成啊，胡锡进老师恐怕对最近这个封号啊，提出这个非常委婉的、小心翼翼的、含蓄的啊一种这个叫批评吧。就像那个我说的大众报啊，大众报是非常委婉的，对吧？想讨个说法，而且他还是向平台讨说法，他不敢向真正的这个，对吧？责任者去讨说法，他跟平台讨个说法，为啥封，对吧？从这一点上说啊，胡锡进老师啊，他对这个他也是有意见的，但是对吧？考虑到他的退休金啊，他也不敢明说啊，也就是户字，对吧？这个那个叫人填志愿的那个，他们毕竟还是在宪法之下，没有什么违法，对吧？违宪的行为啊，不就这意思吗？虽然啊，有的人被封啊，让我们感到愉悦，觉得很舒坦，但是对吧？这种不由分说啊，动不动就封就限制，毕竟不好啊，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对吧？他什么时候封到别人头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